团结与美德平台抗议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行为。该组织成员以及数百名土耳其人和维吾尔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艾育布苏丹清真寺前面举行抗议示威，批评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人的同化政策和种族灭绝。平台主席库尔沙特米展代表该示威者发表了声明，他强调东突厥斯坦人的维吾尔人人权被剥夺。他说，在21世纪恢复的类似纳粹的集中营中，我们超过300万兄弟被关押，他们被迫放弃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和突厥人身份，受到了系统性的汉化。他们在沉重的压力和酷刑中生活，已有数千人遭到杀害。我们迫切要求伊斯兰合作组织、人权组织和所谓的人权、正义、民主、自由的保护者，防止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迫害行为。10位美国参议员告诉国际奥委会，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与奥林匹克精神不符。在与共和党总统玛莎·布莱克本为首的10名参议员的签名的信中，参议员向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了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关注，包括前总统候选人马克·奥比鲁在内的10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致信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要求重新考虑在北京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决定。有美国议员曾谴责中共政权以在奥运会期间确保公共秩序的需要为借口，进一步加强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藏族佛教徒、基督教徒和人权活动家的镇压。在世界银行通过一项对中国的低息贷款计划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敦促世界银行停止向中国贷款。世界银行本星期通过一项贷款计划，每年向中国提供10亿至1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直至2025年6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为什么世界银行要借钱给中国？这怎么可能呢？中国有很多钱，而且如果没有，他们也会造钱。”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周六宣布，因间谍罪被伊朗囚禁的一名美国公民很快就会回返美国。与此同时，一名被美国监禁的伊朗公民也将被释放。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后也发表声明，确认王希月获释。王希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2016年在伊朗进行论文研究时，被伊朗当局以进行间谍活动为由逮捕。2017年被定罪并判处10年监禁。索莱马尼是伊朗干细胞专家，2018年10月在芝加哥机场被捕，罪名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试图把生物材料带到伊朗。美国和伊朗都感谢瑞士政府作为中间调解人提供的协助。法国民众近日展开多年来最严重的全国大罢工，与今天引发新的周末交通混乱，至今未见罢工力道减弱。工会警告罢工将持续到下周。这场罢工于5日登场，目的是抗议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大规模退休金制度改革。共有数十万人民走上街头，导致重要的交通服务陷入停顿。部分暴力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宣布逮捕上百人。